喂，Hi，啱啱做完運動啊，咁可以同大家傾下。因為咧最近琶洲南 TOD 咧首期交樓之後咧，佢哋業主啊，好似又成為咗新聞熱話喎。佢哋竟然擔心起咧周邊嘅競品啦，或者啲地塊咧可能會拉低佢啲價格。咁啊，不妨今日咧等我同大家探討下，其實我覺得琶洲南 TOD 點樣憑住佢咧，即係過硬嘅品質，鞏固翻佢核心嘅地位咧。嗱，從目前咧市場嘅反饋嚟睇咧，其實首批業主嘅滿意度咧都係非常之高嘅，甚至好多咧仲係超出咗預期。咁就算咧而家市場上面咧有啲二手嘅掛牌啦，但係你見到咧好高嘅掛牌價啦，同埋咧好高嘅流通性咧，亦都充分永遠證明到市場咧永遠對優質產品咧都係用行動嚟投票嘅。雖然後續咧，我認為肯定會有唔同嘅地塊啦，甚至競品嘅推出啦，但我覺得作為琶洲南 TOD 嘅業主咧，都無需要太過擔心嘅。畢竟咧，呢啲都係城市發展，甚至咧板塊趨向成熟嘅咧必然結果嚟嘅。咁到時咧，其實咧成個板塊咧都會真正分層。畢竟咧，作為好似我哋廣州鼎豪嘅珠江新城為例啊，係咪？你有30家嘅呢個咧匯業台啊，包括呢個新世界，亦都唔代表佢哋隔離咧冇啲咧可能賣緊5、6萬蚊嘅二手盤。但係其實佢哋咧唔會對可能匯業台甚至海豚新世界咧有太大嘅呢個價錢上面嘅衝擊嘅。咁而且好似琶洲南 TOD 為例啦，畢竟優質嘅產品咧永遠咧都係1分錢1分貨，而且琶洲南 TOD 始終係擁有核心嘅地段啦，同埋超前嘅設計，呢啲其實都係當時好多業主咧購買佢可能優先考慮嘅地方嚟。而講到琶洲南 TOD 嘅業主咯，當時一期開盤咧已經套均係過千萬，所以咧呢度佢哋嘅業主們大概素質咧都有翻咁上下，佢哋陷入價格戰嘅機會咧其實都係比較細嘅。所以咧，我覺得業主們你與其咧俾啲碎片信息咧去搞到自己咁困擾，不如咧認清本質，即係睇清楚琶洲未來發展嘅趨勢。你哋項目咧亦都喺成個琶洲咧核心地理位置，呢個優質資產係值得長期擁有。可能未來啊，你哋項目咧先至係最具話事權嘅項目嚟嘅。嗱，下次得閒再同傾過，有咩記得關注我帳號，買樓有質素。拜拜。